后来继续来看中天新闻台换照失败，12月12日开始将有线电视52频道来消失。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直接点名，予公共集团新闻台一个机会。公司的董事会针对着公共集团争取52频道来讨论，董事会取得共识，将要成立着大公共新闻平台，来整合着华视新闻甲公视新闻的资源，两大强合作，要予民众一个耳目一新的新闻专业的频道。台湾新闻记者协会嘛表示支持。中天新闻台换照失败了后，公共集团要来争取有线电视新闻。经过真侪董事讨论，大家拢真支持，决定要来成立专案小组。华视曾宏甲总经理做调集人，公司市场化代理总经理做发言人，以华视新闻资讯台做主体，整合公共资源，互频道来用愈丰富，增加公共性的服务，强化竞争力。公视的新闻部的经理跟华视新闻部经理都会一起加入这个专案小组，主要就是把双方的资源如何能够做一个整合。即马52频道除了公共集团以外，真侪业者嘛拢真有兴趣。有线电视中嘉集团嘛向 NCC 提出换频道的申请，推出环宇新闻台加入52频道。这个送件来看，我们随送就会随办，就是会把这个案子去尽快提上去。但是呢，我刚刚提到是说，因为这件事情它的毕竟是新闻区块，它的考虑层面会比其他的部分来说要来得更谨慎、更周延。照 NCC 的新查定书，业者提出了后，还去邀请地方政府代表、消费者团体来开会讨论。觉得我们应该有这个条件、有这个机会提出这样子的诉求。我觉得民众其实想要很棒的新闻啊。民国60年成立华视，有真珍贵丰富的新闻史料。公视新闻嘛是这几年来台湾人上信任的节目。公视华视拢有因的专长，要做伙合作。台湾新闻记者协会嘛声明，真欢喜公共新闻台提出建议，不过嘛，会有公共集团资源分配好，还有做好经营新闻台人力甲资源分配，回应社会对优质新闻服务的需要。